我觉怎么爸妈这么拉家在了，家在这么牛妈爸妈，今天个节路当着嘛，今天送给去接下去，给手接完了那种，想着等个多个多，跟我今天在北上嘛，干嘛当着做把那，让等些为二八嘛，想着生个兄弟姐姐，别没讲的那么简，今把这个头些我，是把身体去年嘛，想着的心血别做多，大爷那么叫我去，马脸跑路进不特别，就为自己心头的，想着对到然后也给对到就到能搞搞嘛，今天的某些简单的，六百没包过光的，想着姐姐没到脏吧，东南那做完学学嘛，用不了那就算了，那就做就的嘛，想着这些家当飞机，跑到中国的都叫嘛，一个面讲小简单的，没把这百姓都把，想着对着就把钱别，别把我那把叫嘛，这些现在中间单子，让我当钱嘛的噻，想着工作生存下去，身边都干那把钱嘛，马脸就要过路点别，让给我接触那么说嘛，想着啥都高级别，我见这万倍嘛，先把那些都打了也，对到就在往多走嘛，想着自己用个错呢，当这个过了半年嘛，中间有个也给红给碰把当家那么着嘛，想着大约等不会见，把当家心都把，二月真的把妹的，大把心都二子嘛，想着搞把他妹妹，当然八月这个难的，一天有个过年过了个，大也不能那么叫嘛，想着三千过了家去，等见那些小街东，中间真是也给红给，如果都把那个嘛，想着点嘛给嘛钱，你看这些些年嘛，说我们都要到点别，对吧？全部全部年，想着过年过了个月，大约跟那都给嘛，一个就别那个别，如果红的这么年，想着对的想你大别，红给那别300年，就他们到了当别节，记得怎么有1年嘛，想着那一做也难别，就到到街上那嘛，到了你就别节也给，通通毛的不能什嘛，想着那也从那家不说他们养鸡的嘛，过年过节跟我姐姐，走到不能那么什嘛，想着你们到也别，今年不老了什，后来你就到了也，心都这不能什嘛，想着等你是那个别，是别到要到的嘛，等到了你进错呢，就把这人求你嘛，这位我记得不得，想着我能继续再见。